当你正在熟睡的时候，你的血液可能正在停止流动，听起来很可怕，对不对？但这不是要吓唬你，而是要让你了解你的身体正在用什么方式向你发出警告。作为一个从40多年的老医生，我看过太多病人在睡梦中突然离世，家属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。经过解剖，才发现原来是血栓在睡眠中默默形成，最后夺走了他们的生命。根据医学统计，有40%的血栓致死案例是发生在睡眠期间的什么？因为当你躺下休息时，血液流动变慢，你的身体看似安静，但其实并没有真正休息。血液在血管里缓慢流动，就像高速公路突然变成小巷子，车子开始塞车，甚至停下来。这时候血栓就悄悄地开始形成了。如果你没有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5个能够救你一命的重要警讯。这些警讯很多人都有，但却因为不了解而忽略了，等到送进医院时，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今天我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这5个睡眠中的血栓警讯，以及如何预防它们。请你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血栓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形成。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水管，如果水流得很快，管子里面就不容易堆积脏东西，但是如果水流变慢了，甚至停下来，那些杂质就会慢慢沉淀，最后堵住水管。我们的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血栓简单来说，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凝固成块。正常情况下，血液应该像河水一样顺畅地流动，但是当3个条件同时出现时，血栓就会形成。第一个条件叫做血液过度凝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血液变得太粘稠了，像浓稠的粥一样。这通常是因为吃太多甜食、油腻的食物，或者长期压力太大，身体就会分泌一些让血液变浓的物质。第二个条件叫做血流停滞。当你长时间坐着不动，或者整晚躺在床上，血液流动的速度就会变慢。特别是腿部的血液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本来就比较难回流到心脏。如果你又不动，血液就会在腿部的静脉里停滞，开始凝结。第3个条件叫做血管内壁受损。我们的血管就像水管一样，用久了也会老化。如果你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者抽烟，血管内壁就会受伤，变得粗糙。这时候血液里的血小板就会粘附在受伤的地方，慢慢堆积成血栓。这3个条件在你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同时出现，因为你躺着不动，血流变慢。如果你白天吃得太油太甜，血液本来就比较粘稠，加上年纪大了，血管本来就有一些损伤，所以当你安稳的睡着的时候，血栓就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地形成了。那么身体会怎么告诉你血栓正在形成呢？接下来我要告诉你5个最重要的警讯。第一个警讯是腿部疼痛、肿胀，或者在晚上突然抽筋，而且只有一条腿有这个症状。很多人会觉得这只是普通的抽筋，睡觉姿势不好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注意观察，会发现这种抽筋跟平常不太一样，它特别痛，而且只发生在一条腿上，不是2条腿一起。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做深层静脉血栓，英文缩写是 DVT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腿部深层的静脉里面血液凝结成块，卡在那里，没办法顺利回流到心脏。哪些人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呢？第一种
是长期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，你整天坐在电脑前面，腿部的血液流动本来就很慢，如果你又习惯翘脚，那就更危险了。因未翘脚会压迫到静脉，让血液更难回流。第二种是开车的司机，特别是长途货车司机或计程车司机，他们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腿部几乎不动，血液很容易在小腿的静脉里凝结。第三种是怀孕的妇女，怀孕期间因为荷尔蒙的变化，血液会变得比较容易凝固，加上子宫变大会压迫到骨盆腔的静脉，所以孕妇特别容易有深层静脉血栓。深层静脉血栓的症状是什么？你会感觉到一条腿特别热、特别痛、特别紧绷，而且明显比另一条腿肿。你用手按压小腿肚的时候，会感觉到很痛，而且皮肤摸起来比较热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些症状，千万不要觉得只是普通的肌肉酸痛，不要想说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因为如果血栓剂序变大，它可能会突然脱落，顺着血流跑到肺部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如果只有一条腿疼痛、肿胀，千万不要轻忽，请立刻去医院检查，这可能是你身体发出的第一个求救讯号。第二个警讯是在半夜突然胸闷、呼吸困难，甚至冒冷汗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警讯，因为这代表血栓可能已经从你的腿部脱落，顺着血流跑到肺部去了。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刚才我们说过，深层静脉血栓会在腿部形成，如果你没有及时处理，这个血栓可能会突然脱落，就像河里的石头被水冲走一样。血栓顺着血液流动，经过心脏，最后卡在肺部的血管里。肺部的血管本来就很细，当血栓卡在里面，血液就无法顺利通过，你的肺部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突然间很难呼吸，好像有人用手掐住你的脖子一样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肺栓塞，英文缩写是 PE， 这是一种非常紧急的状况。当血液被锁在肺部，无法顺利流通时，你的心脏就必须更用力地跳动，试图把血液推过去。但是因为血管被血栓堵住了，心脏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。这时候，心脏就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。如果持续太久，心脏可能会衰竭。肺栓塞的症状是什么？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突然间呼吸困难，你会感觉到吸不到空气，需要大口大口的喘气。有些人会感觉到胸口很闷，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，就是当你深呼吸的时候，胸口会特别痛。这种痛不是持续的钝痛，而是当你吸气时突然加剧的刺痛感。另外，你可能会冒冷汗，脸色变得苍白，心跳变得非常快，有些人甚至会咳嗽，咳出带血的痰。如果你在半夜突然出现这些症状，千万不要犹豫，不要想说等到天亮再去医院，也不要想说先观察一下，因为肺栓塞是一种会致命的紧急状况，每延迟1分钟，危险就增加1分。请你记住，如果半夜突然胸闷、呼吸困难，这不是1分钟可以等的事，这是需要立刻叫救护车的紧急情况。第三个警讯是夜间频尿或者尿液的颜色改变了。很多老年人会觉得晚上起来上厕所3、4次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这是年纪大了自然会发生的现象。但其实频繁的夜尿可能不只是因为年纪大，而是你的肾脏出了问题。当血栓堵住肾脏的动脉时，肾脏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和氧气。这时候，肾脏会发出求救讯号，开始分泌一种叫做肾素的荷尔蒙，试图提高血压，让更多血液流进来。
但是因为血管已经被血栓堵住了，血压再怎么升高也没有用。这时候你的血压会变得不稳定，忽高忽低，而且肾脏的功能会开始下降。肾脏功能下降，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夜尿增加。为什么？因为肾脏白天无法正常过滤血液，到了晚上身体平躺时，血液回流比较容易，肾脏才开始努力工作，所以你就会一直想上厕所。另外，你会发现尿液的颜色变深了，呈现深黄色、茶色，甚至带点红色或混浊。这是因为肾脏受损后无法正常过滤废物和血球，所以这些东西就会跑到尿液里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次数突然增加，而且尿液颜色不正常，千万不要只是觉得这是天冷或是年纪大的关系，请你去医院做一个肾脏的检查，包括抽血检查肾功能，以及做一个肾脏的超音波或电脑断层扫描，看看肾脏的血管有没有被血栓堵住。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才能保护你的肾脏，避免将来需要洗肾。第4个警讯是，当你早上起床时，突然感觉头晕、目眩，或者手脚发麻。有些人会觉得这只是起床太快，血压还没调整过来，所以有点头晕。但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，或者伴随着半边身体麻木，那就不是普通的头晕了。这个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做暂时性脑缺血，英文缩写是 TIA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中风。什么是小中风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脑部血管被血栓短暂的堵住了，导致某一部分的脑细胞暂时得不到血液供应。这个堵塞通常只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，然后血栓自己溶解或移动了，血流又恢复正常，所以症状很快就消失了。但是小中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，因为它在告诉你，你的脑部血管已经很脆弱了，随时可能发生真正的中风。根据统计，有1/3的小中风患者会在1到2周内发生真正的脑中风，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症状消失了就觉得没事。为什么小中风特别容易发生在早晨？因为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你的血压会自然下降。当你早上突然起床时，血压会快速上升，这种血压的剧烈波动就容易让血栓脱落，或者让脆弱的血管破裂。小中风的症状包括突然感觉头晕、视线模糊、半边脸或半边身体突然发麻或无力，说话突然变得不清楚，或者突然失去平衡感。如果你曾经有过这些症状，即使只是短暂几分钟，也请你立刻去医院做脑部检查，不要等到真的中风了才后悔，因为到那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第5个警讯是，当你躺下睡觉时，会一直前咳，有时候甚至咳出带血的痰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林先生62岁，住在高雄。他退休后喜欢在家里看电视，常常一坐就是半天。最近几个月，他发现自己只要一躺下准备睡觉，就会开始咳嗽，而且是那种前咳，喉咙痒痒的，怎么咳都咳不出东西来。一开始，林先生以为自己感冒了，所以买了一些感冒药来吃，但是吃了1个多星期，咳嗽不但没有好，反而更严重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咳得特别厉害，突然咳出一口带血的痰，这才吓到赶快去医院。经过检查才发现，林先生的肺部有多处小血栓，导致肺组织梗塞，所以才会咳血。幸好发现得还算及时，经过治疗后，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为什么肺部有血栓会咳血呢？当血栓长期堵在肺部的小血管里，被堵住的那一部分肺组织就会缺血坏死，这就叫做肺梗塞。
坏死的肺组织会引起发炎，刺激你的呼吸道，所以你就会一直咳嗽。而且因为肺组织受损，微血管破裂，血液就会渗出来，混在痰里，所以你就会咳出带血的痰。哪些人特别容易发生肺部血栓？第一种是长期卧床的病人，因为整天躺着不动，血液特别容易凝固。第二种是刚动完手术的病人，手术后因为伤口疼痛，活动量减少，加上手术本身会启动血液凝固机制，所以特别容易形成血栓。第三种是刚生产完的妇女，因为生产时失血，身体会加强凝血功能。如果产后又长时间卧床休息，就很容易有血栓。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如果你有持续的前咳，特别是躺下时更明显，或者咳出带血的痰，千万不要轻忽，请立刻到医院检查。讲完了5个警讯，现在我要告诉你该怎么预防血栓。其实预防血栓并不难，只要你愿意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可以大大降低风险。我这里有3个经过科学证实的方法，简单有效，而且每个人都做得到。第一个方法，多活动。我知道你可能会说，我工作很忙，哪有时间运动？其实预防血栓不需要你去健身房，不需要你跑马拉松，只需要你记住一个原则，不要让自己连续做超过1个小时。具体怎么做？如果你是上班族，每做1个小时就站起来走动5到10分钟，你可以去装水，去上厕所，或者就站在位子旁边伸展一下。如果你在家看电视，每看一集连续剧，就起来走一走，动一动。另外，我特别推荐一个简单的运动，叫做踝关节运动。你坐着的时候，可以把脚尖向上翘，再向下压，这样重复做，可以帮助小腿的血液回流到心脏。晚上睡觉前，你也可以把脚垫高一点，用枕头垫在小腿下面，这样可以帮助血液回流。饭后记得要散步，不要吃完饭就马上坐下或躺下，走个10到15分钟，帮助消化，也帮助血液循环。第二个方法，注意饮食。你吃进去的食物会直接影响你的血液品质。如果你常常吃油炸的甜的东西，你的血液就会变得粘稠，容易凝固。所以你要减少摄取油炸食物、甜食，还有加工食品。这些食物会让你的血液变得浓稠，增加血栓的风险。那应该吃什么？我建议你多吃深海鱼类，像是蒸鱼、秋刀鱼、鲑鱼，这些鱼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可以让你的血液不那么容易凝固，同时还能保护你的血管。1个星期至少吃2到3次。另外，多吃深绿色蔬菜，像是菠菜、地瓜叶、青江菜，这些蔬菜含有维生素 K 和叶酸，可以帮助你的血管保持健康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多喝温开水，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，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，一天至少要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，让你的血液保持适当的浓度，特别是早上起床后，要先喝一杯温开水，因为经过一整夜，你的身体已经缺水了。第3个方法，
定期追踪检查。如果你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者体重过重，那你就属于血栓的高风险族群，一定要定期检查。建议你每年至少做一次完整的健康检查，包括抽血检查、血压测量、血脂肪检测。如果有需要，医生可能会安排你做血管超音波或电脑断层，看看你的血管有没有堵塞的迹象。最后我想跟你说，血栓虽然可怕，但是只要你愿意注意身体发出的警讯，愿意改变生活习惯，就可以大大降低风险。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，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警讯。你的一次分享，可能就救了一条命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见。